今日咧就係2014年嘅11月25號，咁就星期二，咁未廣播到666號，好耐都冇出現啦。今日要出現點解咧？就因為咧今日睇南方都市報，即係呢份報紙咧，但係我唔係睇今日㗎，即係我睇翻以前嗰啲南方都市報裏邊有一講到咧，就講到原來咧喺過去嘅幾個月啦中國咧就有差唔多全國就要整頓一啲嘅所謂嘅協調機構。咁呢啲協調機構咧被整頓咗有幾多個？即係剔除咗佢，cancel 咗佢咧，總共有13萬個。好啦，咁諗緊啦，哇，13萬個呢啲機構，咁呢啲係咩機構嚟嘅咧？好咯，嗱呢啲機構嘅名咧就有包括咩咧？就有啲咩領導小組啦，或者係咩協調小組啦，或乜委員會啦，或者乜指揮部啦、辦公室啦。所以大家記住啊，以後見到呢啲名嘅後邊咧，你唔好以為懶巴閉，其實係好弱雞嘅。咁呢啲所有嗰啲名堂嘢咧，都係啲地方官啊，或者啲組織咧就夾硬定出嚟，但唔係民間㗎，亦都唔係非官方㗎，係官方㗎。咁定出嚟嗰啲嘢咧，就係無聊啦、不知所謂啦、低能啦，即係包括咩咧？包括咧就有啲咧嗱講出嚟咧，我都覺得有啲恐怖啊！包括有啲地方咧係會整咗一啲叫做咩咧？包括叫做饅頭辦，即係饅頭辦公室。想點啊？饅頭辦公室有咩咧？仲有西瓜辦公室，唔係嘛？仲有就喺陝西咧，有一個鎮咧就唔係鎮添啊，有個市咧就定咗一個嘅小組。嗰個小組係咩咧？叫做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哇！推廣足療，即係腳底按摩係要有領導小組去推廣㗎。咁當然亦都係一個好多人即係個報道裏邊講咧，其實好多呢啲小組個名傾下嘢咧係冇正式嘅人去領導啦，冇正式嘅人員啦，甚至可能自己係紙上談兵簽咗名就算啦。咁包括呢個所謂嘅睇多次先啦，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目的係咩咧？原來簽咗個文件之後咧，就同地方嗰啲商業機構咧打龍通，即係話咧，因為推廣緊玉足啊嘛嚇，所以咧佢係講到明喺嗰個市裏邊咧，公安部係唔可以去玉療嘅機構咧去進行執法或者調查嘅，咁即係打龍通啦、官相衛啦，好啦。咁即係咩咧？即係話當中有人收稅啦等等。咁呢啲所以點解要整頓咧係啱嘅。不過咧，大家咧我要再讀多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所謂嘅協調機構，因為咧佢話咧係贏咗全中國所有其他嘅協調小組，因為咧佢總共係有60個字嘅，即係呢個小組係總共有60個字嘅名嘅嚇。咁我不如希望一次過我可以讀到整個嘅機構嘅名。個機構係叫咩咧？叫做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神農溪旅遊景區國家5A 級新旅遊項目開發區景區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景區及周邊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全個名總共係60個字嘅。咁既然原來咧全中國係有啲咁不知所謂、咁荒謬嘅所謂嘅小組會出到嚟嘅話咧，咁不如大家用下創意，用下我哋嘅諗法，喺香港都不斷成立呢啲所謂小組啦、領導工作室啦、辦公室咧、協調組織啦。我諗下先，我都而家想訂立一個叫做鼓勵香港人嚟到尖沙咀遊覽嘅領導小組。小組嘅話事人當然係我啦。完。